台东的马偕病院、甲工研院，佮有台东大学合作，用人工智慧来配药啊。另外，台东县政府嘛拍算要利用财卫法，加分予台东的130万以外半部分的经费，互补助遮偏乡的医护人员。 病院药局有上千种药啊，英国药师爱核对处方签找药啊包装。即马台东马偕病院药局导入人工智慧包药系统，药师扫描处方签，由电脑辨识药品出药啊包装，比英国人工方式会当更较准。包括到护理站，护理人员给药的时候都有提供条码，可以让他们去做读取的动作，确保每一个药，就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接受到正确的药物。人工智慧应用伫医疗，大都市地区已经开始普及，台东县即马才渐渐引进。工研院即马甲台东马偕病院，也甲台东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宣布要甲开发医疗用的 AI 软硬体伫台东使用。第一是在做教育训练，第二就在思考如何用科技的力量去减少护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毋过有医疗用的人工智慧设备，也是要有医护人力照顾病人。台东县真欠医护，希望用新修正的中央财卫法分配予台东县的130多亿，提拨部分费用做专关医护人员的加急，人才唔遮了会调。 应该说，医护人员能够有相对应的一些这个类似山地甲级的概念毕竟台东比较偏乡，那护理师要留任是一个比西部还要辛苦的一件事情。 有护理师认为，要留台东县医护人才，唔但爱提高待遇，还有生活环境甲交通的问题，拢爱进一步解决。记者采访报道。